出2023年的双十大典特别节目。就讲到今年的这个双十活动的庆祝呢，英国在咧总统府头前拢是邀请到小隔壁的81女呢来甲做这个乐器队的表演。不过今年正特别的邀请到咱台北在地这个建国中学的乐器队来到现场表演，由这个少年兄呢来甲咱做一个精彩演出。所带来就是家之所在，心之所向，邀请观众朋友大家做伙来欣赏。
谢谢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乐旗联队所带来的演出。 也其实讲到这个建国中学对阮这个查甫囡仔来讲吼，对一个伫咧台北读册这个高中生哦，亲像对阮查甫囡仔来讲吼，这建国中学是阮心目中的第一志愿。头拄则咱看到这个优秀这个学生囡仔吼，所以表现出来吼，其实咱拢知影讲吼，台顶3分钟，台骹是规处经啦。所以呢，其实今仔来到这个活动这个所在表演吼，会当讲是开真济心神伫遐训练甲拍拼。啊，听讲吼，其实因有真厉害的经历。 是咪当请上甲咱介绍一下？是哦，根据咱所掌握到这个消息哦，建国中学吼，因这个甲基队哦，头起先因是一个广告队哦，要毋过因这成立一假期的时间一直演变到即马，个头拄咱有看到这个武基亚的吼，这款的情形，所以因即马是变做是台北建中的乐基联队，因伫咧今年吼美国2023年的世界杯行政乐队是比赛摕到亚军吼，所以因这嘛去过真济所在。 参加比赛，甚至拢平地，甚至得到真济的娱乐。